隊嘅隊友都喺晒度啊，幫晒佢打氣。哇！一次搞掂啊！一針成功193，今日狀態好好啊，好犀利啊！清脆利落。哇！佢都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做2個 PB 喎，完全冇任何嘅多餘動作啊！見到佢跳嘅時候，到目前為止，淨係有一針係過唔到，一針過晒。就係頭先191啊，有一冇錯下失手啫。非常之厲害，恭喜晒人哋嘅選手補查。浙江係1米都冇93過啊，哇，相當厲害。咁1米93呢，就諗起我哋朋友呢，就太田洋子啊，太田洋子呢，就係日本青年紀錄保持者。